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看桃园国际机场新的第3航海北平有8登机门哦，今仔开始试营运，服务头一批800外的乘客。华航、新宇佮中营国内的航空公司拢有一个航班来参加试营运，这部分一档是当来先服务580万人次。按照明年第3航厦全部完工启用，一档会当来增加服务4500万人次。后期色用感觉红色的设计，活泼够流行时尚的感觉。长738公尺、宽13公尺的第3航厦8登机门廊厅，初日试营运。第一天，华航、长荣加青宇拢有一航班飞日本札幌加泰国曼谷，差不多有968位旅客参加第一遍试营运的使用，大家拢感觉袂歹。很幸运，然后看到新的登机口，觉得超级兴奋。我觉得很漂亮，然后很宽敞，然后会让人家觉得台湾又更美了。这样，现在变很宽敞，进来蛮舒服的。因为之前旧航厦，我觉得天花板太低，会觉得很压迫。虽然今天从第2航厦进来有点远，但我相信之后第3航厦那个大门启用之后，应该就会更方便一点。第3航厦开放式的候机区。搭配规片的玻璃帷幕，一个室外掠日头的翕相室。旅客伫咧等飞机的时阵，也会人看外口的班机作业加飞机起降。椅下骹要插座，会当互手机充电。旅客学路看起来有更加国际化的感觉。今天是试营运的第一天，未来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希望能够收集到更多旅客的意见。正式启用的那一天，我们希望做出最好的服务。第3航厦北廊厅自第2航厦第10登机门阁延伸出去，自第17到第18，总共8个登机门，会当互桃园机场再增加一年580万人次的旅客处理量。桃机公司讲，试营运的期间已经无共时段加出入境航班的安排，来检验各项设施的妥善度加作业流程，也收集航空公司也有旅客实际感受了。伫年底正式启用进前，做更加好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行政院同意高铁延伸到屏东，会对左营站驶到屏东市哦。铁道局表示讲，专案已经开始进行综合规划甲宽屏，今年8月嘛已经开始宽屏，按算116年，年底会当来核定哦。但行政院核定了后，动工11档后，地当通车咯。铁道局伫咧立法院报告高铁延伸屏东计划上新的进展，计划路线由高铁左营站沿台铁路线经过高雄市，伫咧大树区跨过高屏溪了，伫屏东大塘落地厝农场设站，全长25.9公里。新设的高雄站加台铁一个捷运强固，屏东站是加台铁强站连通，8月已经开始宽屏。环评的部分，因为它是表定2阶，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决定时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8月已经启动环评，那目前是1阶已经报交通部要转环境部去做审查。铁道局讲有2个关键的事情，会争取环境部伫116年年底进行完成环评审查。到时将综合规划တင်报予行政院，伊若施工期估算是动工了11年通车，以后高雄车站将会乘坐高铁、台铁捷运的3铁强固。地方政府已经提出高雄车站周边大道景公园计划，不过民间团体希望高铁由主干线延伸到屏东的潮州。潮州地区嘛，那这个地方是最适合，就是说让整个屏东的观光起飞的，或是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建设。你要怎么样用交通的建设带来给它外部的效用，然后透过这样子外部的效用带动经济的一个发展。交通学者讲，每一个方案拢有伊的优点加缺点，用高雄方案的优势是当促进南高雄的科学发展，消透左营站附近交通的压力。另外也希望会当串联南部半导体 S 廊带。记者综合报道。拜六礼拜哦，天气是真烧热，也毋过今仔北部就变冷咯。中部一般冇雨水，气象署表示讲，拜二暗开始到拜四有一波冷空气的影响台湾，所以全台湾哦拢会较凉冷。也毋过强度是无带着冷气团遐尼强。气象署嘛预告讲，北部温度会降到15度左右。
拜一透早北部是乌阴落雨的天气，气象署表示过昼了后雨水会停，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刷落来阁有水汽到位。气象署提醒拜一暗到拜二、拜三北部和基南地区雨有可能会落几天。明天在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而到了礼拜三受到下一波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降雨会再增加。我们预期礼拜三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降雨的状况会比今明2天再明显一些。气象署指出，拜二暗阁有一波东北季风到位，影响台湾的时间伫咧拜二到拜四拢总3天。到时各地会转做淡冷的天气，温度伫19度左右，已经接近大陆冷气团的级数。大陆冷气团的标准是台北市的气温低于14度。那以目前预估来讲，这一波东北季风它的强度没有到那么强，所以低温的部分可能大概在15、16度左右。毕竟还是有一个明显的降温哦，所以暖到凉的这个感受变化还是会蛮明显的。气象署也提醒拜三水汽若有够，温度有够低，台湾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拢有机会落雪。拜四过昼了后，东北季风才会减弱，水汽会减少，全台温度会搁再回升，天气连咪寒，连咪温暖，乡亲就要注意温度的变化。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看，嘉南甲新北市10几个民众已经怨叹几啊日了。这几天因的自来水拢有汽油味。台水公司调查发现，讲是嘉南河受到污染，会来补偿。虽然自来水公司已经启动应变，目前检验水质嘛已经正常，也毋过民众嘛是个真不安。嘉南市长谢国良是强调讲，今仔会来处罚台水。经济部长金明兴嘛强调讲，台水嘛是受害者，会请检调来调查。水车载自来水，和贵人的公立幼稚园加一寡公家机关使用，因为这几天贵人的自来水拢闻到汽油味，台水公司接到通报去调查，发现敢若是贵人河受污染，所以北岛抽水站无搁再抽水，改用新山水库的原水，启动净水停输，希望排除有怪味的自来水。不过，惊讲影响囡仔的健康，贵人教育处协调台水派水车供水。我们各校今天都会这礼拜开始陆续进行水塔清洗，就是今天停水的部分，那可以有水可以供应。那另外市府也会采购矿泉水，然后让园方小朋友这边可以先用矿泉水。市民的这个水塔该怎么样清洁干净，或是补偿的措施，或是最重要的安全的用水的问题，我想市政府一定有责任第一时间来保障市民的安全。水塔的师傅这几天是真无行，自来水有怪味。爱先把水塔内面的水放空，结果水内面这几天工课是接袂煞。水的关系造成这个大家的水塔里面都有汽油味啊，所以一直都在清洗水塔。虽然台水有紧急应变措施，不过这几天民生用水受影响。贵人市长谢国良开紧急会议，认为台水已经违反饮用水管理条例，上紧催业处罚。有发现水面油膜感测器为故障的状态。也就是说，水公司并没有足够的仪器去发现跟侦测它这一次的油污的污染。像这一次的污染物质的话，它其实在表面上几乎是看不到的。然后它如果是溶解在水中，那油膜侦测器是没有办法去侦测出来的。对谢国良讲，台水的油膜感测器故障，台水是提出反驳。经济部长讲，台水也是受害者。台水公司说老实话，它也是受害者之一啦。这核酸受到污染恐怕还是要请这个市政府跟检调赶快来查明。台水也启动补偿措施，包括水费减免3度，若是用户家己清水塔，搁再减免2度；若是请业者来水，台水将会平净协调费用。对水污染的源头，支付除了采样送检，也交予检警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看专人卖一款冷冻的台湾五桂鱼排，高雄市卫生局验到讲有违法的动物用药，要求爱全面回收。专人嘛已经落价，消费者嘛当去退钱。这是婚姻一间厂商制作的，规批产品是拢出货予专人。卫生局即嘛去东势乡的养殖场来抽验。专人门口打回收公告，提醒民众退换货，因为因白为婚姻来后期到2017年9月冷冻台湾钓鱼排，和高雄卫生局验出不得检出的动物用药。效期2027 9月16日产品检出动物用药恩活奎林羧酸0.02
ppm， 规定不得检出。民众伫货架头前挑选肉品，卫生局10月抽验食品的时阵，伫录到这间全联分店查到违规产品。顶个月17日，佮派人稽查，确定这分店进货14包已经全部卖出。清查这地区各分店进货4488包，卖出4080包，回收408包。听到这样子就不敢吃了。民众希望政府搁较严格把关。医师表示，恩福奎宁所选是功效性抗生素，依法禁用伫水产品，因为伊毋但会互环境的抗药性细菌增加，也可能互家人有过敏反应。因为有些民众他有可能他对恩福奎宁这种抗生素，它是属于它是有过敏的，那吃了钓鱼牌反而出现一些过敏反应，例如说皮肤长荨麻疹、会痒、不舒服。有问题的产品，它在这一家公司厂内已经都没有库存了，然后它是全部都卖到全联的公司，我们就在第一时间也通知全联的台北总公司。本人卫生局调查确认，制造商共会费全部拢予全联。相关单位也派人到当市乡的养殖场抽验，后续会进行复检甲管制。全联是回应第一时间已经无分配处全面回收，民众若是有买，应摕发票甲商品去买门市来替换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去年台中的火车头1楼的公车转运中心，有一个民众的单车因为伫月台踏脱滑倒骨折，所以民众是认为讲标线无够清楚，佮乌暗暗，向台中市政府要求各赔医疗费用计共54万。台中地方法院一审是认定讲市政府有疏失，判赔30万。也毋过代志发生一档路，现场嘛拢佮还未改善。从白石顶冠山的区城市挂行李箱，2024年4月13到台中火车站1楼公车转运站中心，是月台单车刷突然一个大坑设伫车道上，其他的民众赶紧去关心，佮下手提起进站公车改道，区城市受伤骨头一起，向台中市交通局请求国赔54万外。台中地院一审认定月台标线无清，照明不足，判赔30万，专案有案会当上诉。被告未尽养护巡查的义务，致现场光线不足、标线褪色，其管理显然有欠缺，且与原告受伤有因果关系，应负国家赔偿的责任。实际登记现场，公车后车月台甲车道有20公分的关系差，代志过1年半，月台沿照黄色标线，有关铺设落差无清，是可为照明灯符击溃部分，这车民众也感觉真危险。要特别小心呐、你不注意，你就会摔了啦。现在的光线，白天跟晚上的一个反光，对不对？这样子觉得也是比较暗啊，没错。台中市交通局诉属控辩，月台东西两边有自然公园，代志发生时伫下昼1点，日照充足。区先生是无注意落差滑倒，台中地院勘验监视器甲现场状况，认定标线甲法规规范黄色18号色号，差距真大，会当讲甲车道会缩水共款，平均角度也无达到设计标准，台中市府爱负8成责任。受伤的人无注意头前路况，负2成责任。目前是复原的还好，但主要就是邱先生是计程车司机，那这件事情也影响到他的生计，这样子，所以我们感谢法院做出这个公正的判决。区先生委任律师感谢法院公正的判决，认为主管机关对公共设施维护无好。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公车转运中心拢有例行性维护，月台照明才会受天气因素影响，未来会加强巡检，随时调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3读通过所有的志愿役加级务拢增加3万块，也毋过行政院是无编定明年度的总预算，各方部嘛阁还未规划。另外，有人表讲，咱国造的畅水南海群号最近几届的海上测试拢无拍定，安全有疑虑。国造江南海群号最近完成5摆破航测试，也毋过防野鸟拢是无定出海，互入轨这期毋但影响测试结果，也无顾人员安全。也毋过海军解释，定机毋是必要的条件。潜航的时候，它是不会用这个锚。那它一般用于在航经这个狭窄水域或是进出港的时候。这次出去做的是比较，并不需要很精准，它最重要是动力的测试。你们的都会说没有要改，我想但就是在改。这边要正式的，还是要否认有这样的任何的政治性考量。国防部长郭立雄强调，每摆海测安全是需要考量。佮指出，定期12月中旬回升了后，会佮做相关海测。另外一方面，总统也强调，
提出1.25条国防特别预算，甲台湾之盾构想了后，传出国防部当甲 AIT 研究头一批9项对比军购内容，包括第4套爱上飞弹、甲整合战斗指挥系统。具体的案项啊等等，在美方还没有知会国会之前，我们就不对外再公开的说明。凡是有助于这样子的一个整体防空目标的一个能力的达成，都是我们未来这个筹构的一个潜在项目。各界也关注国军台股，定伫立法院3套通过后，至关键部分官改这套式加急，批广告3万，也无投入明年度总预算。国防部也无立即规划，而是调用依据职务档甲专业特性，扩大战斗加急范围。希望就是说能够衡佐他从事的任务艰困、繁重的程度，还有他的专业的特性。所以其实国防部是反对这种齐头式的这个法。各项勤务加急，还有战斗部的定义，我们会来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国防部说明，后续会以特征威胁、防卫作战需求甲勤务特征继续检讨修订各项加急，以照顾官兵，搁提升志愿役留营意愿。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一寡受害者细汉的时防性侵害，大汉捌代志了后，要提起诉讼，所以已经超过法律的追诉期。法务部虽然讲会来修宪法，也毋过阁还未送到立法院。另外，犯罪被害补偿金嘛嘛是阁无效无实，有事该团体的呼吁应该要赶紧修法。MeToo 运动推动性平散发修法，不过真侪受害者细汉时受到性侵害，成年了后要提起诉讼的时，已经超过法律的时效追诉期。虽然法务部8月已经有讲修法，要针对未成年性侵被害者的追诉期时效来修刑法，不过事该团体认为相关法律像《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和《民法》等等，法务部应该要同齐修法处理，避免被害者伫咧要求赔偿的时受到阻碍。2023就通过的那个法律，虽然有说可以这个延长5年哈，但是他不追溯，不能够溯及既往。他如果要依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要申请补偿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除了呼吁伫咧无共法律之间应当爱有较较全的规划，范围爱扩大以外，事该团体嘛认为讲，未来修法通过了后，若阵案件时效也未到期，伫咧也未修法以前发生的这寡案件嘛，应该爱受到法律的保障。溯及到它时效其实还没完成，但是它事件是发生在修法以前，就是假设修法他们是通过之后的案件，那可以去适用这个新的时效。可是我们认为有些案件其实它的时效还没有完成，它虽然比较早发生，还没有修法，可是这个案件应该要被保障。事该团体指出，针对追诉权时效的改革，立法院已经提出14项修法版本，也毋过法务部有个的追诉权时效修法草案，到当也未送到立法院审议。另外，犯罪被害补偿金敢有要延期修正嘛，也无效无实。事该团体呼吁法务部和立法院调野党团，应当爱赶紧推动修法程序，莫阁拖沙。记者卢尚柱、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中央银行这个月18要开第4季的理监事会议，外界是真关心讲敢会放零贷款的限制，也毋过专家是认为讲放零的几率应该是无介大，利率嘛应该是袂变。国内房市继续冷清，外界高度关注银行敢会伫今年第4季理监事会议放零第7%的性信用管制。不动产放款集中度的这一个数据来讲，都还是在35、36、7%这个数字里面，其实也没有很明显的下降的一个状况哦。所以，看起来这个部分可能还不构成央行要去对房市政策松绑的一个关键。房市专家认为，国内房市处理慢慢降温，银行可能会烦恼。万一释出放零信息，可能互抑制炒房效果大大拍折。估计银行有缘会采取保守观望态度，上面可能会等到明年第2季，才有希望调整政策。另外，利率部分，经济主计总处公布，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有希望超过7%。美国联准会阁释出降息信息，市场关注台湾银行敢是会得咧降息。我们预估12月的话，联准会非常有可能会继续降息，甚至推出新的一些机制，那挹注市场的流动性，那稳住，那就是说金融市场。在通膨的这个情况看起来还蛮稳定的，央行它应该是不会考虑升息啦。但是降息的部分呢，因为现在经济成长的情况看起来还是非常的不错，这一次的理监事会议，他们应该还是会维持利率不变。学者认为，有关台币对等关系谈判，加美国的2.3期条款调查，可能会伫明年公布。到时阵，央行有希望根据最后实际状况，才会来调整国内的货币政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咱国友邦新文心亲中派的新民主党的领袖富莱德接任新总理。咱的外交部是强调讲，咱国甲新文心有44档的邦交咯，对两国的关系是真有信心哦。另外，更加台湾断交的洪都拉斯最近要选总统，两位反对党的候选人是拢表示讲，若因当选，望国能甲台湾恢复邦交。咱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出现24年来第一摆政党轮替，亲中派新民主党领袖富莱德接任新总理。因为新民主党把主张甲台湾断交、甲中国建交引起外界烦恼，但成邦期恐有变化。外交部强调，甲圣文森有44年的邦交，有信心稳住两国关系。大使已经跟他们的这个后任总理那个 Friday， 还有他的这个国会议员致贺，然后也谈了双方继续合作的这个关系。那会担心断交？那么我们当然会密切关注这样的一个状况，应该是还是有信心的。那边关注甲圣文森的邦期进行甲台湾断交的洪都拉斯总统大选也要开始，三卡都的局面包含在2023年甲台湾断交的现任总统卡斯楚，甲反对党国家党的阿斯夫拉，甲自由党的纳斯拉亚。选前国家党甲自由党的候选人拢表态，若当选可能恢复甲台湾的外交关系。洪都拉斯的养虾业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再去证明那么中国用各种样子的方式利诱的方式来这个建立邦交就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上面，开展跟洪都拉斯的关系我们会再继续的这个努力。咱即马有12个邦交国，其中伫欧洲会议的邦交国教廷是不是稳固，也受到关注。外交部强调，教廷未甲台湾断交。你任内教廷会不会断交吧？不会，我现在12个都很稳定。总统大清朝是不是12月启动访问友邦行程？外交部回应，相关撤回甲联络工作拢一直在做。不过相关消息按许总统府发布为准。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政府4月初1开始公布各国对顶关税税率。今仔咱国的总谈判代表杨经理直直欢迎表示讲，有信心咱国的关税税率会搁降。最近有风声讲咱爱投资美国40亿美金，搁爱协助因训练半导体人才。也毋过，经济部长经明显是摆回讲，谈判无这款要求。美国对顶关税冲击台湾，一直咧争取税率调降补贴价，原本做回国台股税率顶真侪项措施，各界关心谈判进度。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初邀请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振年、经济部长景明添等相关部会首长质询。经贸办强调，依照台湾模式，甲美方参详供应链的合作。对等谈判已经在技术性大抵定，现在做文件的交换。但是在232谈判，我们目前是以台湾模式，以美方进行这个供应链的合作。经贸办报告指出，因为台湾经济高度靠外贸，其中真侪项产业牵涉232调查，咱爱斗阵参详台湾模式谈判，依照金流台湾的重点包含由企业自主规划国际布局，咱透过信用保证机制提供金融支持等2大重点。12兆什么财政支出没有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台湾模式就是台湾的企业自主性的，它要贴近客户，有了订单，两边的政府帮忙把这个事情促成完成。进行团伙台湾投资数字高达4000亿美金，经济部长也澄清数字还未定论，而且是甲台积电去美国的形式同款，不是国家财政支出。不过台湾承诺条件，是不是包含为美国备份劳工造成技术外流风险，也引起烦恼。这是不是谈的条件之一？报告委员，我们没有答应美国说要帮他训练技术人员。没有谈这个，没有谈这个吧？但是从对外投资来讲，当然要用当地的劳工啊。相关部会首长也在会中承诺，那对于最后关税税率有信心，而且有加悬的几率会降低。不过台湾投资金额细节，甲后续长远的影响，各界议员正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香港大埔的丰和苑社区火灾即嘛是搁再找到18人的遗体。到今仔透早的统计，这场火灾已经造成140来人死亡，79个人受伤。因为现场的环境是真歹，搁无啥物光线，所以找人是真困难。伤心的代志可能暂时袂停，又搁有遗体对大楼内底互人讲出来，后壁继续咧抓水，罹难者已经愈来愈多，当局预计死亡人数还阁会增加。冇電力。冇正常嘅照明，現場嘅工作環境相當惡劣，
即使喺日間有少少陽光嘅情況之下，由窗口進入嘅光線係已經唔足夠嘅。目前還有數十個遺體還未確認身份，而且失嘅名單也持續咧換新。咁到目前為止咧，我哋成功聯絡咗159名嘅市民。法新社報道，11月30有超過1000個來自香港各地嘅民眾來到大埔紅福灣擺列樂樂堂去哀悼大火嘅罹難者。一個28歲去到香港上班才無幾工的菲律賓籍使用人艾卡雷茲，在大火當中盡力保護3個月大的阿嬰仔一直到得救。在菲律賓社群當中受到訛罵，艾卡雷茲目前猶閣咧住院。香港外籍使用人佔香港整體勞動人口的10%。印尼駐香港領事館表示，尚無有7個印尼籍的人士在大火當中死亡。菲律賓駐香港領事館也表示，有一個菲律賓籍移工已經罹難。They need to really recognize the contribution of domestic worker. You know, we can see that the loyalty of domestic worker is very high. Domestic workers are very vulnerable in situation. 香港政府表示，提供每一個罹難者家屬港票20萬的慰問金，包括外籍使用人、甲大火期間在紅福灣內底工作人士的家屬，攏會當來申請。另外，因為真濟家庭重要文件攏燒壞去，當局12月初1到初6會特別安排受災戶辦理個人的證件。公視新聞綜合報道。繼續看美國總統川普將在空軍1號頂頭表示講，聯準會新的主席人選已經決定了。外界認為有可能是目前白宮國家經濟會議的主席哈薩克。What about extending the ACA? Fed chair, are you any closer on that right now? I know who I'm going to pick. Yeah. Is it Kevin Hassett? I'm not telling you. We'll be announcing it.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記者問題咧講嘅，就是外界普遍認為聯準會主席上可能會接任人選。伊之前是川普的首席經濟顧問，才訛了市場對川普渴望在年底前選定聯準會新主席的消息。And once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 president's getting closer to make a decision, the markets really celebrated. Interest rates went down. We had one of our best treasury auctions ever. And so I think that the market expects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 new person at the Fed. And if he picks me, I'll be happy to serve. 當市場預期哈薩特可能正做會一任聯準會主席的時，這更收益率一度落價。10年期美債殖利率25號捌跋到3.988%，是這一個月來頭一擺跋到4%以下。這是市場對寬鬆政策的典型反應。哈薩特的政策較我川普，也就是降息甲較寬鬆的貨幣政策，攏認為是鴿派。若是確定任命，預期聯準會會較積極的降息。川普長期以來不滿現任聯準會主席鮑爾，在升降息的節奏上慢，無符合伊對經濟的期待，來表態換人。公視新聞吳文玲編譯。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向總統薩佐格提出特赦的要求，撤銷貪污和詐欺等指控，停止審判。總統辦公室表示，講有收到申請錄會來評估。反對黨甲民眾是行上街頭抗議，因認為講，那特赦是讓現任的總理逃離審判，這是糟蹋司法獨立。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前幾多年的貪腐案，以前一直攏堅持家己清白，要佇法庭上證明家己無罪。不過最近態度大轉變，已經正式向總統賀祖格提出特赦的請求。伊強調特赦是為着公共利益，關係不利國家的治理。האינטרס האישי שלי היה ונותר להמשיך את התהליך עד סופו, עד לזיכוי המלא בכל היישובים. אבל המציאות הביטחונית והמדינית, האינטרס הלאומי, אלה מחייבים אחרת. 納坦雅胡特赦的請求，反對鎮壓甲民眾的批評。在總統私人的徛街外口抗議，示威的民眾擔心，若是開特赦的先例，是甲社會傳達一種權力者超過法律的危險信息。總統府回應講，一直得到各方的法律意見了後，負責任進行的審議。For that reason, for the president to grant Netanyahu the pardon at the moment would mean for the president to intervene in politics and to affect the potential outcome of the next election in an election year. So that would mean something dramatic in the way the institution of the President of Israel is currently above politics. 外界也特別注意美國總統川普之前在以色列國會公開呼籲總統特赦納坦雅胡，甚至社會施加壓力。這麼特赦的申請正式送到會，總統賀祖格要安怎回應？公視新聞鄭慧玲編輯。
国内有真侪老大人拢有肌少症的症头，这嘛是真严重的健康的风险。台北荣总甲阳明交通大学团队以一份追踪10档以上上新的研究，建议讲肌少症体检的年纪，就要对现在65岁降到50岁，就要接受体检。台湾今年已经踏入超高龄社会，对着年岁增加，筋肉量和肌力的减少，会对健康产生影响。台北荣总和阳明交通大学合作，上新的研究发现，肌少症不再再是老大人的专利，建议要把肌少症的体检年岁为65调整到50岁。它下降的这个斜率跟过去年轻的时候差异不大，那可能就不必太刻意去处理。但是它这个45岁到50岁中间，这个是统计上很显著的一个转折点。研究团队表示，肌少症的发生必须考虑身材、食食甲运动惯势等等。亚洲人无可能直接用欧美的标准来做诊断。所摆自2014开始，就甲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合作，登记追踪近35000个个案。上新证据显示，中年是筋肉功能衰微的关键。提早体检会当降低跋倒、失灵甲慢性病的风险，而且筋肉甲心血管代谢、大脑甲免疫系统之间有大大的相关。当我们有认真在开始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肌力开始增加，当我们的肌肉开始变强壮了，那我们的心血管的风险就会自然而然的下降。肌少症呢，如果你肌肉不够强，你的关节的负荷是增加的，你的关节是比较容易受伤的，所以这个引发的后续的效果还包括关节炎。研究团队提醒，预防肌少症会当透过均衡饮食甲规律运动。饮食爱食有够雅的蛋白质，运动爱结合有氧甲抗阻力运动，譬如深躯、重训等等，混合性多元运动是搁较好。这项研究成果日前已经刊登伫全球顶尖的研究期刊，是亚洲肌少症的诊断甲体检标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的艾滋病人数目前是22档来上低，疾管署表示讲，望未来一档会当搁再减少100个人，嘛呼吁民众无发生过性行为的人，拢爱去做体检，平常时嘛爱注意安全来保护家己。台湾伫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已经拍拼真侪年啊。疾管署表示，经过拍拼，有估伫今年底新增加的感染人数会降15%，未超过900人，这个数字是创下历史上低。署长嘛表示，希望未来目标一年会当搁减100人。扩大这个事前预防投药 PrEP 的名额哈，跟增加我们艾滋友善医疗场域的这个家数呢，能够持续营造更友善的一个筛检治疗的环境。那我们持续让这个艾滋的感染的这个人数能够每年的继续下降。疾管署表示，台湾会当伫艾滋病防治有较好的成绩，是因为有宣传正确的观念，加上医疗进步，有效的治疗。台湾艾滋病学会也表示，治疗艾滋病的药啊进步真侪，唔免搁亲像过去共款爱食真侪药啊，而且透过医疗会当有效甲患者的病毒量降低，等于就袂搁传出去。很好的药让感染者体内没有病毒量，所以呢，他就不会传给下一个人。所以这个新得到的人自然就会减少，而且我们还有很好的一招，就是说，有高风险的行为，那他事先投药或是事后给予药物呢，都可以避免他得到感染。12月7日是世界艾滋日，疾管署也提醒民众，若是有发生过性行为，拢建议爱做体检。上重要的是爱落实安全的性行为。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台东市区最近拢有游动犬伫路林咧拍走，佮攻击其他的动物。台东县的动防所表示讲，已经有加强巡逻，嘛呼吁民众厝内的粪就唔通放伫门卡口。伫暗时规定的狗仔出现伫台东市南丰里社区，看到路一只猫仔，7、8只狗仔就围落去，竟然将猫仔咬死。社区民众向里长反映，将烦恼社区老人甲囡仔暗时出门会发生危险。我就来开车赶它，我赶它的时候，其实我也蛮害怕，我也是拿着棍子，但是呢，他们也是看着他不会怕你。都尽量叫老人家说你们要出去散步干嘛说带拐杖。里长一间确认是啥物人的狗仔，暗过里面讲，厝内底狗仔暗时拢绑好伫厝，后来确认是流浪狗走去社区，就请动防所劝人仔来诱捕，暗过拢抓袂着。动防所研判可能是社区内底有禽因的食物。他们会往有食物的地方聚集。那我们这边有跟里长确认说，确实有一些住户会把一些食物放在门口。
东风所表示，已经加强社区巡逻，不过也是呼吁民众唔通饲这流浪狗仔，也不管好厝内底喷甲粪扫，避免引起这流浪狗仔进入社区。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布袋永安里的大寮，有民众会监视器翕到讲狗仔在遛囡仔，加上这囡仔是无着伤哦。也毋过民众是表示讲，当地哦定定拢有狗仔在遛人。防治署嘛表示讲，已经派人去了解。每当粪扫的囡仔听到狗仔咧吠的声音，外头就看到狗仔向伊撞过来，囡仔粪扫拼咧赶紧走，加在有大人出现，狗仔才该去约粪扫车，囡仔才无来发生代志。这狗就到过大，这你啊就本就不要搞了，然后我较过。厝边仔咧讲，有当时若听着迄个垃圾车的车来，粪扫车来吼，来迄个音乐吼，伊就会安尼走安撞。啊，拄好阮孙啊，伫即边才惊，要看粪扫处理的时阵，才咧来录，全惊着去撞你。这件代志发生伫布袋镇永安里的大寮，嘉义县家庭疾病防治所表示，接到民众的通报，有派人去现场了解状况，发现这只狗仔毋是流浪狗，是有人咧饲的，会来调查甲追究主人的责任。本案后续将函请该名事主依法提出意见陈述，因为该犬只出入公众场合没有7岁以上的人伴同，已经造成疏纵，最高将开罚15000。民众表示，这附近常常有狗仔来约车、约囡仔，足惊倒一天会来发生代志。不管是流浪狗，也是人饲的，这对当地已经是真严重的困扰。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到协助处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草原豆丁哦，是一款非洲的外来种，有80公分到120公分长。有民众是家己饲做宠物。最近中华有民众捡到，东风所是表示讲，若找无主人哦，会来开放民众领养。这只草原豆丁看到青云人真生气，用尾流攻击。原产地伫非洲的草原豆丁，有人真介意饲这种sau糖类的动物，但毛民众表示，外形看起来淡薄惊人，唔敢饲。我是敢啦，因为我本来就蛮喜欢那种。真的吗？爬虫类？我养2只水龟。草原其实我都无兴趣啊，伊看起来足恐怖的，啊，伊个冷血动物啊，摸起来冰冰凉凉安尼。彰化市顶个月20日，有民众捡到一只草原豆丁，通报彰化动物防疫所处理。东风所表示，这种草原豆丁是食肉的，体型大概是80至120公分，是台湾正普遍的宠物品种之一，会伫拜二开放民众领养。草原巨蜥它本身也是需要相当的空间，那需要合适的温度跟湿度都需要去做控制。我们在公告的时候都已经有提醒民众要有这个意愿，然后有相关的那个饲养的经验。等民众再来评估要不要做认养的工作。彰化动物防疫所表示，sau糖类宠物这几年真受欢迎。虽讲草原豆丁无亲像青皮豆丁遐尼高摊，但若放伫野外，嘛是真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东风所呼吁民众饲宠物进前一定爱想好清楚，唔通头仔兴兴，尾仔冷冷。若是恶意放杀，依照动物保护法，上悬会当罚15万。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台南后壁乌树林一个暂时放粪扫所在哦，已经翕烧11日咯。另外，伫安南区的城西二期掩埋场昨暗阁着火，今年嘛已经烧第3摆咯。消防队是出动30台消防车去拍火。开片暗摸摸，熊熊火倒起来有够炎，兼乌烟阴蓬蓬。10月30暗时8点外，在安南城西二期掩埋场发生火灾，民众惊一个水通报。消防局随出动30台消防车，甲57个警消人员到场抢救，第一时间先甲火势范围控制掉咧。台南市长甲环保局长第一时间嘛到场掌握灾情。火势很大了啦，就6楼高的一个火势。那现场那因为也吹北风啦，所以不是有助长的状况。其实城西掩埋场到今年已经是第3摆火烧，经过了解，前几天现场就小可咧出现。环保局判断，这摆导火是顶一摆导火搁刷落去，主要因为占收场粪扫吨伤悬，加上上下骹站粪扫发芽产生沼气，搁加上天气大热兼高温，才安尼生。判断应该还是上次的延伸，就是没有处理得很完整啊，所以。在这个季节，因为昨天部长也讲，这可能是70几年来最热的秋天。那最热的秋天将干燥，我们在这个掩埋场基本上就
有很大风险。对外面看这本色量有影那像一粒山，全拢是生活用品。政府强调，招名坑的并不是工业区，嘛不能做伙。新设的焚化炉按算明年1月才会开始运作，按算一档通消化20-30万吨的量。环保团队认为，发电产业环境安全嘛爱顾。我们乌树林的火灾都还没有熄灭，但是城西又烧，只有台南烧吗？没有，全台湾好多地方都在烧，尤其最近，澎湖啊、花莲啊、嘉义啊，都烧了。不要再制造垃圾了，因为你可以重复使用，就尽量重复使用，不要用一次就丢。现场这阵用怪手配合大水降温继续咧学，若有需要买看图，消防局回应相关监视画面甲资料，买继续收集，倒位原因就爱去调查。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代替高雄火车头的客运甲公车转运站的商业空间10月连续2届的招标，拢无人来标。代替是认为有可能是国道客运的人客愈来愈少，厂商反倒讲生意歹做，所以明年会来调整条件，搁再招商。国道客运宽西对路边停，准备接旅客上车。高雄火车头头前两边的建国路一直是火车客运搬车的重要站点。过了10年来，民众拢是伫路边的站牌，也是点头的顶卡单车。不过建国路人车多，过路安全爱真细致。市区客运这边环境嘛无好，家久拢聚集伫遮，民众拢望会当紧刷入去新的转运站，安全搁里边。以前我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有这个问题。什么款的问题？因为你要过大马路啊，你要过大马路，你总是会堵到车。类似那种共构的感觉，不用出了车站这样绕上来，又要去那边，又要去那边。然后如果能够给它砍掰在一起，是最好的。高雄火车头，逐天的载客量平均测有3万人次。这阵火车头两边的客运转运站工程也进入最后收尾阶段。代替也对10月起连续公开招商2届，不过拢无人来投，最后拢流标。代替表示，可能是因为客运的载客量大减，影响到进驻的意愿。有客运业者就表示，转运站的设计规划拢是10年前做的，早就已经无符合这阵的需求。国道可以已经萎缩，只剩下2个业者，但是它实际上留了22个月牌。然后在市区客运那边，现在已经有7家业者，还有很多的路线，那边只有6个月牌。民众望会当亲像台北安尼规划做一搭，方便安全搁里边。业者的态度也真明确，设施的部分一定要改变，因才有偏头。对此，代替用文字回应，会继续整合大家意见来调整招标的条件。按算明年1月的第3届公开招标。记者郭家祖、赵勇、高雄场报道。南投县的5G 基地台普及率全台湾吊车尾，民众嘛反映讲收视无好，有立委嘛正烦恼讲数位落差会来影响到南投的发展。司法部嘛表示讲，1个月来因会来盘点需要优先升级网络信号的区域。喂。民众行来行去，试看卖手机啊收信敢会较好。南投县因为线较济，不少所在信号拢无好。立法委员游浩最近咧伫法院要求司法部明确提出改善南投5G建地的时程。地方民众讲，虽然已经换做5G的方案，不过网络品质煞甲4G差不多。在南投真侪所在拢有收信无好的问题。我本人是用5G的网络吼，我是感觉讲伊的收讯无讲真好啦吼，因为我有时爱登去中寮做工课吼，去山区拢收无啥会着。然后甲我讲吼，你安尼我会直接甲你升级5G，点迄5G 都无效，因为拢显示4G，这嘛无啥物基地台啊。若真正念着是搁断断续续。针对南投县5G的基地台较少，为咗所在拢无法度使用到5G的网络，立委又好提醒司法部，作为落差袂当一直拖，必须提出看会到的改善成果，要求司法部爱提出具体规划。能够在今年度，在这个5期的预算还有解冻案要通过之前，它能够对于南投县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提升数位落差的一个具体方案。我们会利用那个电信普及服务基金里面的钱，去补助一些偏乡的5G 基地台的建设。司法部强调，打算运用电信普及服务基金。补助业者咧偏向建设5G基地台，目前相关业者的申请也咧审议中。司法部也答应会伫1个月内提供包括南投13乡镇的完整建设资料，以及明年度可能的优先升级的区域。记者辛欣基南投报道。最近各类菜大出，也毋过一粒刷存120块，屏东市有农民一粒10块，互民众家己来办。这个大概在20-30天就可以采收了，
啊，若要较大粒的，就是加等几工啊。看到规片大粒的高丽菜，正月日仔就准备会当收啊。农民心情煞无介欢喜，因为今年气候烧热，地属高丽菜价一粒拢报到剩120块。屏东市就农民因为出人力收袂好，直接提供民众一粒10块家己来挽，挽了会使赶紧改正别项。冒菜贩啊，就讲因为即摆市场的菜足济。啊，所以伊买落来要甲咱买菜，伊嘛惊讲安尼错的，是毋是伊会无够成本？嘿，啊，所以讲若伤俗，当然伊错工伊就袂好啊。高丽菜农民表示，因为前2年啊，秋天、冬天气温有明显变化，所以中部和南部的高丽菜是轮流出，就较袂影响到价销。而且天气一冷，民众食火锅、食姜母鸭人变济，高丽菜就会较好销。啊，有可能是讲咱平地也种，啊，咱中北部的山区也拢有。啊，因为今年冷的时间还阁无介冷，嘛无够冷，啊，所以产季冲突，导致于咱即摆即个市面上的高丽菜真济。去年的即个时阵价格算是稳定，但是今年系啊，价小升作歹，差到1倍至2倍以上。若是销路无好，就会有愈来愈侪高丽菜农民开放予民众俗挽。农民表示，受到天气影响，嘛是真无奈。希望1个月后的高丽菜价销会使较稳定，予因过一个好年。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北市天文馆预告讲，这个月初8是观察水车上好的时机。另外，1月14麦当欣赏上主座的流星雨。这届流星雨速度是真稳定哦，光度更有够，1点钟会当看到100粒左右。今年最后一摆水星世代区，有可伫12月初8透早5点外，到时阵水星会伫日头的西边，伫日出进前是观察上好的时机。其视野开阔，东边无遮的所在，目睭就能看到。所以伫12月14，上主座流星雨到极大期，月相都是暂归，观赏的条件上好。那当天流星雨的辐射点在双子座，那会在晚间6点半之后从东方升起，那一直到隔天的凌晨1点月亮升起之前，其实都是观赏的好时机哦。天文馆指出，上主座流星雨流星速度中等偏慢，光度中度偏光，有时会出现较光的灰流星。今年上好天文台关注的天象之一，山埃阿特拉斯彗星上接近地球的日子，离差不多2倍地质区，未对地球造成威胁，因透过天文摄影的方式找出伊的影者。另外，12月1日则是冬至，不过这礼拜开始已经进入今年上早的一路期。在冬至的时候，虽然是一天白天最短的时间，日落最早是在冬至前，那日出最晚是在冬至后。天文馆分析受地球运行的2大特性，中国运行的公转轨道甲地质倾斜加共同作用。台湾上早一度出现在11月底到12月初，这是最近天乌特别早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驾赛车学校伫5年前引进 VR 系统，模拟赛车会去拄到各种状况来训练教练，看要安怎来教学生哦。嘛，互学生伫赛车上路进前会当愈练愈熟手。英国 AA 教训学校的实习教练，带这种 VR 装置开始学安怎教别人赛车。有这种装置就袂输敢若伫咧车内底，会当看到3D 呈现的真实的道路的情形，甲模拟校园的驾驶情景互动。教训学校讲，新科技改变训练方式，实习的教练唔免亲自坐喺车顶，就能体验各种状况。The real advantage of the VR is the fact that you are here in a classroom and you get to guarantee that you're going to see certain scenes and certain road environments that Emily is working through. But also as well, it takes the pressure off because ultimately you're in a safe environment. Whereas actually if we put our instructors immediately into the car, it can be a little bit more difficult to get that full range of driving scenarios. 这套教练教训课程使用 Meta Quest 3的头挂装置，用虚拟实境 VR 技术，伫咧室内就让掌握车驶伫咧路的复杂的情形，互教练伫咧实际驾课进前就能接触到路的各种潜在危险，而且实际观察校园的驾驶反应，教因安怎闪即嘛愈来愈多脚踏车、电动出帮车，甲行路的人。Withi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y can turn their head, watch our learner driver, and make sure she does everything that she needs to do before they then do their checks. And with their checks, they'll still have an instructor mirror so they can see what's behind.
They have additional mirrors on their door mirrors, so they can see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m. AA 教训学校用 VR 教学已经超过5年，每年平均会当培训差不多500位新的教练，无论伫个理论知识、实际驾驶能力，或者是教学技巧这个评估项目，效果拢明显增加。即马差不多一半的准教练拢用 VR 课程伫咧进行前期的训练。学校即马有18台 VR 装置。每礼拜上侪会当训练72位学员，是英国即马唯一全部拢用 VR 进行教训教练训练的机构。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